嚟到以下呢條題目咧，佢就提到 AB 就會係 perpendicular to BC，咁所以我哋喺以下呢個位置就會有隻90度喺度。另外 DF 咧都會係 perpendicular to AC 啊，咁 DF 咧就喺度啦 ，AC 就喺度，咁 perpendicular 嘅話咧就同樣地都會有隻90度，以及我哋 AD 咧就會係 parallel to BC，咁 AD parallel to BC。由於我哋有一對 parallel lines 啦，咁所以我哋利用翻呢個 alternate angle 咧，就可以講得到，如果呢一隻 x 嘅話，咁我哋下邊以下呢個位置咧，就同樣地都為 x。咁你睇翻呢個三角形 ADF 啦，咁我就叫剩低呢一隻角度咧，就叫佢做 y。咁由於呢一度係90度啦 ，angle sum of triangle 加埋咧三隻角係180度噶嘛，咁所以如果呢一隻90度嘅話，呢兩隻加埋都係要係90度，咁就變相咧 x 加 y 就會係90度。咁啊，同學咧就留意翻呢個三角形 ABC 啦，咁我哋呢一度有隻90度，呢一度係 x， 咁所以剩低呢一隻咧就一定要係 y 噶。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睇翻啦，而家呢個三角形ADF 啦，咁我哋順住翻就即係 XY 90度，咁啊對翻咧就係 XY 90度，咁所以咧就會係 CAB， 咁佢哋兩個三角形咧就會 similar 啦，個原因咧就係 AAA。咁題目嗰度咧，其實你見得到都係講 ABC 啦，咁所以我哋執翻靚佢先啦。呢一度咧就會係 triangle ABC， 咁 ABC 咧就係對緊呢個 DFA 啊。咁就會同 DFA 就會 similar， 咁 ABC 同 DFA， 咁因此呢一條嘅答案咧就自然會係等同於 B 啊。